搏懵加價求 OT， 大家樂撳住搶。加薪變減薪嘅大家樂被踢爆，原來搶錢賤招不斷。有文職員工向本部投訴，公司新規定收工要做多半個鐘先至開始計 OT， 唔夠1個鐘冇得補水。亦都有市民投訴大家樂將18蚊早餐嘅餐包改做菠蘿包，加價5毫至到1蚊，之後講呢變翻餐包，但價錢唔減，依家賣到20個半。個別嘅早餐款2年嚟加價1成4，大家樂尋晚到截稿都冇回應。多間大學嘅學生會都表明響應下星期2工會發起嘅罷食行動，其中港大校內2個飯堂都外判俾大家樂所屬嘅集團經營。我開始呢份合約嘅時候，飯鐘係有錢嘅，到我喺度履行呢份合約嘅中途，飯鐘變咗冇錢呢。其實我哋已經認為咧，學校有好充分嘅理據咧，係去對大家樂咧採取一啲懲罰啦，甚至乎要求佢撤銷呢啲咁嘅措施㗎啦。學生會就話，合約有規定承辦商要履行社會責任，否則校方有權罰款或者係終止合約。過去亦都有承辦商違約而提前玩完。